好多人咧都想學佛陀嘅智慧，只要你願意去學習，希望提升自己嘅智慧咧，佛法一啲都唔難。但係咧喺開始之前咧，我哋先要知道咧到底咩係佛先。佛係佛陀嘅簡稱，意思咧係一個覺悟修到最圓滿，所有功德都已經成就嘅學者。佛有三個身：法身、報身、化身。佛陀咧已經完全斷晒所有嘅凡障、所知障，連波羅耶識入面嗰啲業力種子徹底咁清淨咗。咁佢所證悟嘅就係心嘅本性啦，亦都係宇宙萬物嘅實相，所有嘅法都係由心做，而心嘅本性其實就係佛性啦。只要係有心識嘅眾生，全部都有佛性，所以全部都有成佛嘅潛能。點解平時感覺唔到呢？咁係因為由此以嚟到而家，我哋一直唔了解事物嘅真相，所以產生咗我執法執，遮住咗佛性本來嘅光。正因為係咁，我哋會一直活喺迷惑同顛倒裏面。雖然佛經同論點裏面都講咗好多嘅佛性，但係其實佛性係講唔清楚嘅，用語言係講唔晒嘅，用文字係寫唔出，用思想都係諗唔到嘅。因為佛性係完全超越語言、文字、思維範疇嘅，亦都超越咗我同世界分別嘅性。咁我哋點樣先至可以接近佛性呢？靠嘅唔係幻想，係文法、思維、懺悔、直知同對上師三寶嘅信心。透過呢啲嘅修持，慢慢了解自己心嘅本性，再用禪修一步一步去體驗慈悲同空性原來係冇分別嘅。呢個覺悟嘅境界就叫做法身佛，亦係大乘菩提五道裏面最後嘅無學道，即係功德圓滿嘅究竟佛學。當生命到達一個境界，就會自然顯現出報身佛同化身佛，為嘅只係一件事。